可能这风台过后，这台电人员大概是透明伫咧抢修，昨夜传出着这公安意外，一个36岁姓李员工无细力去互这高压电电着送病院抢救，目前是先到 ECMO 来医治伊的性命。那总统赖清德今仔日去到病院亲身去甲探视，劳动部今仔日呢也派人去到现场调查。目前除了发生意外的这个工区全面停工以外，其他所在呢是继续抢修。伫大日头卡台电胜利的员工，伫家己六卡乡高空作业，都是要赶紧甲电力修理好，辛苦工作的过程拢互记录落来。不过，加工15胜利的员工，共款伫高空作业的时阵，无细意去电着，经过抢救，目前还阁伫加护病房。事故发生了后，路检单位也甲台电16到场调查，嘛出动空袭机现场模拟事故发生时的状况，要查清楚代志发生的原因。配合到啊，真好的啦。电着是新公车啊了。新公车大家操作过了，已经19天，做地高工了，地高工。当那是风台过了后，南部电力设施受损严重，台电伫全台湾动员，一个同在工班有12人，工具机人员拢有够，到底是倒一个所在有疏失，这嘛是相关单位要追查的重点。现场看的就是他情况很糟糕了，大概存活的几率只有10%啦，8天都没有回家了。因为前一天晚上10点多回来，再看一下孩子这样子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帮他祈祷啦，这样。发生意外了后，工区停止作业，但台电提出紧急应变作为了后，才当复工。其他工区是关系到民生继续抢修。总统赖清德16透早甲经济部长郭志辉等人嘛前往病院探视，并了解治疗的情形。这整个电击的路线刚好就是重伤到心肺，所以他的心脏发炎指数那些都很高了，所以大概还好，我们叶克膜是可以整个取代心肺功能，所以我们现在最关键就是他的脑部的受损的程度。如果脑部受损程度有恢复的话，我们后续还有很多可以做的。没有电，大家没有办法过日子，但是我们的这个台电的同仁都非常的辛苦，大家也看得到了。现在大家都是希望让他可以早日康复。胜利员工已经伫台电服务挖近10年，这届无细致发生意外，目前用叶克膜伫续命，家属希望外界替伊祈祷渡过难关。若是意外安怎发生的，相关单位嘛当伫深入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